喂，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国中。弟兄姐妹，我们还有3分钟，我们就要预备来做礼拜。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我们的主。让我们在做礼拜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上帝。我们请一起安静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朝见你、来侍奉你。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愿你将你的平安大大的赏赐我们，为我们所有的这些的预备的器械都能够为主所使用。献上祷告，也保护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平安的环境当中、安全的环境当中，能够来做礼拜。为今天的司会司琴，为今天的讲员，还有我们所有操作设备的同工，我们的招待，我们所有的预备的这些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很好的服事，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也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献上，愿你将平安丰丰富富的赏赐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是上帝的话语。
诗篇86篇3到5节。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恳求你，使你的教会借着圣灵的联络，合而为一，在万民当中彰显你的全能，荣耀你的圣名。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求，圣父、圣子和圣灵唯一的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更是求你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本性，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们，使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有祷告生命的人，常存敬畏的心。谢谢你，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诗歌是在新灵粮诗选30首，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第1行跟第2行是一段 A 段，第3跟第4是 B 段，我们会唱 A、B、A 成为一次，一共唱2次。来，弟兄姐妹一起来。起立！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直到永远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直到永远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们继续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封，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
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81篇第1节以及10到16节。在诗篇81篇第1节以及第10节到16节，经文是在旧约611页。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最后1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你们当向上帝，我们的力量大。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来，我们一起。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为东南亚国家柬埔寨来祷告，好让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而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中区的教会来祷告，特别是为大理卫理堂毕崇道牧师，我们为他在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跟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更为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完美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最后，我们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求主带领与我们同在。阿们。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在天上的父，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苏品雄弟兄为我们诵读今天的经课。弟兄姐妹平安。本周第一经课记载于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2章第4节至第14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4节起，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
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长官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们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是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百姓做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第1节到第8节，以及第15、16节。第1节起，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主能把我怎样呢？人能把我怎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想要纪念他们，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第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以上是神的话。谢谢秉存弟兄。今天的正道经文，第一处在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到41节，也就是在新约的42页。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新约的122页。由我来为大家诵读。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下面我们要进行升旗礼，我们请蔡伟文牧师为我们来主持。教会这段时间呢，刚好在大学的部分有郑优、赵正优、汪瑞恒、尤伯伦；在高中的部分有荀生、廖荀生；国中的部分有谢文恩曾凯柔、张维义、张维富；小学的部分有周雨彤、蔡君恩、温柔飞以及李木恩。以下的时间，我们请蔡牧师。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的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他们有几位要进入到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们要特别为大家来做一些的介绍。那我们从这个最小的到最大的来介绍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从最小的要升小一的我们的雨桐，来，雨桐举手一下，雨桐，好，这是雨桐好，这是博宏跟新瑶的孩子，好，谢谢，真的很酸的。好，还有云恩，云恩来举手一下，云恩，云恩，好，蔡云恩，这是他的妈妈在旁边还有柔飞，温柔飞，柔飞，来这边，柔飞请假，好。小月小月今天有来了，好，小月来，好，这个是我们的小月好，这个众多女生当中有一个男生，这个我们的穆恩来，穆恩举手一下，穆恩，太好了，好，这几位是要从那个幼稚园升小学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为他们来办这个升级典礼那还有要升国中的几位好，这个明恩。来，圣恩，对不起，圣恩圣恩，好，还有凯柔在这边，凯柔在这里好，还有维义、维富这两位，因为他们今天请假，他们趁着开学前要出去玩了这是荣民兄的2个小孙子，他们是双胞胎那我们今天也是一起跟他们办这个升级典礼。好，然后我们还有高中的唯一的一位。非常宝贝这个是荀生荀生在这边。好，那另外有3位要到这个外地或是在本地念书的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郑优在，郑优，你看，举手一下好，郑优，他是到台中去念书还有瑞恒，瑞恒。还有博仁今天好像没有来是吗？妈妈有没有来？妈妈有没有来 ？OK，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如果假设小朋友没有办法来的，那我们就请妈妈来代理。那我们要为这几位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所以郑优、瑞恒、博仁这是大学，然后荀生是高中好，然后圣恩还有凯柔、维义、维富这是国中的，还有雨桐。还有云恩、柔飞、穆恩，还有那个小月这几位都是要升小学的。我们愿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人生的新的阶段里面能够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我们这几位年轻人还有孩子们为他们来祷告。主，我们相信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旨意跟计划，你要让他们进到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要去到的学校、要学习的新的功课都有美好的收获，让他们能够遇见很好的老师帮助他们，很好的同学能够来协助他们，让他们跟其他的同学都有美好的关系，也能够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很好的成长，能够将知识能够学习，将来能够为主所使用。
谢谢主恩待我们这几位年轻人跟孩子们，让他们都在你的恩典当中蒙你的悦纳。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赠送几份的礼物，要给他们做一些的升级的一个这个纪念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我们的天一兄，还有我们的林老师来颁赠这些的礼物好，那我们先从最小的开始了好，那我们就从云恩，好，云恩，来，云恩，好，妈妈在旁边好，来，要接礼物哦好，云恩，好，我们的这个穆恩哇，这一次恩字背了很多好，还有对雨桐好，还有小月好，还有温柔飞今天没有来我们先还就是让校长来处理好，国中的圣恩，国中这边圣恩，好来，好，对，好，然后还有那个凯柔在这边，凯柔，对，好，还有我们的国中的，好，还有高中学生，好，来由林老师来，高中在这里，高中在这里，唯一的一位好，大学今天有2位来参与这个是郑优，好，还有瑞恒，好，那其他的因为他们就是今天趁着在这个休完假之前要去出游了所以我们其他就请他们到这个青少契或者是到这个儿组里面之后，我们再来颁证好，我们再一次的拍手来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进到新的学习之后能够蒙恩好，谢谢。那我们就请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带我们的小朋友离开，然后我们的青少契也可以到这个青少契去上课好，谢谢。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鼓掌来祝福他们。接下来以下的时间，由我们的主日讲台，我们今天是邀请卫理神学院延伸部的老师蔡慧秋老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有主在我船上”，有主在我船上。我们请蔡慧秋老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是在我人生的服事，跟随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为他的仆人，我特别对这一段的经文有很深刻的体验，所以我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特别最近我们台海的情势，我们国内的各种重大的新闻，加上疫情不断起起落落，不仅是台湾，还有国际的情势，所以都会使我们陷入在极大的不安甚至恐惧里头。在我们有压力的环境里，我们会有许多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我们会紧张，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恐惧那么依着层次，可能会有小小的紧张到大大的紧张，从小小的害怕到大大的害怕，从小小的恐惧到大大的恐惧。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小小的恐惧、小小的害怕、小小的紧张，而是在这些有经验的渔夫的当中，当他们一旦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他们反而从他们的经验和跟随主的经验当中有了非常大的落差。身为渔夫的经验，到跟随主耶稣成为耶稣的学生的经验，居然有非常大的反差。这个大的反差，以至于写马可福音的作者都会用大大的恐惧、非常的恐惧这些强烈的字眼来描述跟随主耶稣的这一群门徒，他们所面对环境的变化，而且这些环境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环境。这样的一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落差的表现？实际上来讲，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来怎么样的检验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我们跟随他的这一条路上，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对他有信心？我们又怎么样的来看待凡夫俗子？虽然我们是基督徒，天国的子民，神的僕人，不管你信耶稣信了多少年，还是我们从幼稚园到大学，甚至到博士，甚至你白发苍苍了，这些都会面临到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我们都要来反思，有主在我船上的这样的人生的境界，有主在我船上。那么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首先请大家看一首诗歌。这一首儿童诗歌，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幼稚园的小朋友就已经会唱了。那我以前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就教他们唱。那么我16岁信耶稣，那么16岁信耶稣的那一年之后，我还没有把圣经读透，我已经是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了，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吧？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如果门牙破了风的那些孩子们，都会成为有主在我床上，我就不怕风浪。在我床上啊，跟在船上发音不同，其实人生的意境，管你在船上或者是在床上，不都是接受信仰的挑战吗？你说老师怎么说？有很多人躺在床上也不安呢，有很多人躺在床上怕睡不着，有很多人躺在床上怕一些的回忆来临，他会做噩梦。有些人躺在床上是不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首儿童诗歌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年轻的我跟年轻的孩子们，我们唱得很快乐，唱得蛮有信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岁月的增长，随着我们从幼稚园、从小学、高中、中学、高中、大学，我们才发现到，我跟随主的这一条路上，有主在我船上，本来是一个笑脸的，你会发现到那一张脸呢，就会满有疑惑，满有怀疑，满有猜测。为什么呢？就正如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它让我们看到，有主在我船上，其实是依旧有苦难的存在呀。人生就像一条船呢，我们呱呱落地的时候，我们被父母抱着，就像是一艘船一样，那时候很安稳呢。如果父母给你的家庭是很安全又健康的，
但是只要我们身为人降临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在这条人生的船上，驶向我们到死的境界，由生到死。这个之间就像一个海浪一样，就像一个海。加利利海也可以，加利利湖本来就是应该是叫做湖，但是我们知道它的气候的变化会使这个湖翻腾，像个海一样。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本来应该是很平顺的，但是忽然起了暴风。不管是在你任何个年龄，你做任何样的事，你都会面临不同的风浪。你说蔡老师，这个是人生老生常谈，也是我们都明白。是啊，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明白，我们这一个人生，就算你不信主，仍然有苦难的存在。但是我们常常认为，信了耶稣以后，跟随耶稣基督以后，事实上没有平安啊。他们说信耶稣有平安，哪里有平安啊？刚刚看到一群孩子在前面，我就想起我以前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传道人了。那时候我在神召会做儿童主日学的部长，每一年我们要办夏令营。在夏令营的时候，在40多年以前，那一个夏令营我开始主办的时候，就有200多个孩子聚集在台中，我们举行6天的夏令营。在那6天的夏令营里面，第2天就有6个孩子发高烧到39度。200个孩子从幼稚园到6年级全部聚集在夏令营里面，6个孩子发高烧。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对父母交代，我们要对好多牧师交代。那个晚上，我包括几个老师，我们彻夜不睡啊，给药的给药，发酒精的酒精，就是又祷告又紧张又大大的害怕。那我本身就有一点医护的底，我大概知道小孩子半夜发高烧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住的那个夏令营离医院很远。感谢主，我们跪地祷告一切以后，孩子隔天烧都退了。我们从大大的恐惧到有大大的平安。但是隔了1天以后，又有3个孩子发高烧到40度，又来了。所以那一次我第一次主持的儿童主日学夏令营，让我有感受到，服事主啊，不是一帆风顺的哦，你预备好，你爱心，你专心，你什么，没有说什么一帆风顺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我的信仰还不错哈，我还没有说恐惧到我慌，恐惧到我怀疑上帝，恐惧到我不会向这个门徒说：“上帝啊，你干嘛睡呀？”我不会去质疑，我就会像一般的牧师传道，我的老师说：“当有危难的时候，你就祷告嘛。”好，那我也就这样做。而感谢神的恩典，我就安然度过那6天的儿童夏令营，没有一个孩子发高烧到大脑有问题，要不然我现在也可能不会在这儿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到了以后，我认为我是越操练越有信心。后来我就到了新加坡去，1994年。刚刚我在福建堂，我就讲了一个见证。我的学生今天像伟翔这些，他们也听过，像卢军也是，他们也听过这个见证。我在新加坡遇到了我最爱的一个学生，他是新加坡 SARS 的时候第一个可以说是殉职的牧师，他死于 SARS， 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到他，就这样子拿去烧了。他的太太也是我的学生，过着电话给我哭泣，我爱莫能助。
那时候 SARS 在新加坡非常的严重，我一个人在宿舍里面，我也害怕我得到了 SARS。那个时候我怕的是我妈妈怎么办，我怕的是没有人照顾我怎么办，我也吓得很厉害，我也跪在床上、床边，辗转难眠，彻夜难安。这个就像，我就说，主啊，为什么我的以前的经验，我以前的领受，跟我后来的遭遇一点都不相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说，这一群跟随主的门徒，在马可福音的第3章，你可以看到他们跟随了耶稣，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耶稣怎么样医治许多的病人，在安息日医治了病人，在海边医治了病人。这一些对门徒来讲，别人的不安，他们经验到耶稣基督释放那一些人的不安，但他们来讲，哦，耶稣真伟大，耶稣能够解决人一切的不安。那是别人的不安导致耶稣的，所以对门徒来讲，好像看了一场非常伟大、可歌可泣的一个电影，觉得说：哇，我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真棒。但是来了，到了马可福音的安排，作者就安排到马可福音我们读的这一段是门徒自己亲自体验到跟随主之后的切身的不安呢。因为船遇到了风浪，这一群本来是渔夫的，本来是有很好经验的，忽然因为跟随主之后，反而有更大的不安。他们的跟随主的不安在哪里呢？跟随主之后的不安呢，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马可福音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来检验，就是原来，对，好了，就算是不安，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神未曾应许天色灿烂，人生的路径花香长漫，好 ，OK， 并非一帆风顺，但是重点来了，主不会行动。为什么主不行动？但是我们知道客观的事实，主为什么睡觉？因为他累了。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累了，他要睡觉啊。我们从第3章我们知道他讲了好，用比喻讲了很多的道，然后事后呢还要跟门徒再讲解，不用比喻了，就用直接跟他们讲真理。耶稣讲了很多的话，耶稣累了。我服侍主，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牧师传道，就知道其实讲话很累的，讲道很累的。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是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就知道讲话很累的。就像我讲完一场道，我要喝1缸的水，我真的要喝很多的水。所以耶稣累了。那么面对了风浪有什么？耶稣是创造的主，客观的事实，耶稣允许风浪发生，因为风浪是他创造的，阿们。这个是自然万物，耶稣是创造的主，风在他手中，浪在他手中，自然万物的变化在他的手中，他允许让这些事情发生。风浪是算什么？在他的手中，他是风浪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在船上，他当然要睡觉，就算是摇得不得了，他还照睡，因为他要休息。好了，在那个船上的他的学生，重点来了，哦，主啊，你不可以睡觉，全能的主，你怎么能睡觉？你不是医治了安息日医治，你一看到就医治，海边你一看到就医治，你看到人家不懂，你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摇啊摇，把那个海浪这个一个水还要弄出去？我们按照渔夫的判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工作，每一个人都要救这张船，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些的行动动作。
不可能耶稣你会睡觉的。所以他们的主观的判断说，全能的主你必须要拯救，你一定要工作。问题是主在睡觉，所以他们那种更深层的不安、愤怒会在他们的里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主观的判断？因为人并非时常的有信心啊，并非人有长存的信心。这一群渔夫们啊，有的不完全是渔夫，有的是税吏啊，有的是做别的工作的，但是至少彼得、约翰他们那4个人是吧？他们应该是明白的，但是他们看到了耶稣平静风浪之后，圣经告诉我们，风浪之前他们惊慌，耶稣平静风浪之后，他们什么？大大的惧怕。这个才是个问题。他们的信心是什么？他们没有信心，是不认识上帝。他们的信心是因为不认识上帝。他们眼中的上帝是有主在我的船上，那么这个主必须听我的命令。他们的人生没有说有主在我船上，我也在主的船上，这个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有主在我船上，本来应该是尊主为大的，但是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不等于我们是完全的有信心，而信心让我们无法认识上帝。你没有认识上帝，我们就失去了安定。这个是我们人性使我们害怕，使我们痛苦，使我们焦虑，使我们怀疑，使我们猜测。有人说患难见真情，有多患难就有看到多少的真情。那我们讲患难见真情，是看别人对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感情。其实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什么呢？是患难的时候见到你的真实的情绪，患难见到你真实的反应。刚刚你说蔡老师，你不是也有得胜过吗？主日学、儿童夏令营，那么多孩子发高烧，居然没有烧坏，这是你很有信心啊。但是到了新加坡，我又开始吓得要死，因着我的学生的死亡。那上帝又操练我，你那么害怕，那么你就求告我。我就说，我现在不是有 SARS， 但是我害怕有 SARS。我害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我见不到我妈妈。在那个时候，我真实的了解到，在我的里面，小孩、学生是我所爱的。就好像门徒看到安息日生病的人，在海边那一群生病的人，那是别人的不安，我们在旁边跟着耶稣服侍他们。说句直白的话，那还不是到你心灵最深处的挑战，因为是别人的不安，别人的急切不等于你的急切，别人的生命不见得是你深度最爱的。在那一次，我在我的自己的房间，我跪在地上说：“主啊，我怕死。”我大声的跟上帝讲：“我不要被SARS打死，因为我有我妈妈。”我在那个时候，我才 realize， 我才真正的知道，在我心底里面，我最在乎的是谁？
我妈妈。我最爱的是我的妈，不是我不爱这群孩子们，不是我不爱我的学生，因为那不是在我心灵深处我的挂念，我的惦记。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我们叫做死穴，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人生里面，就像这一群门徒面临生死了，切肤之痛啊，那种挣扎之际，是生是死的挣扎之际，有一些人可以牺牲自己，但要完成他所爱的人的需要。有的人是这样的，如果他的爱的人有了什么问题，他会俩拱啊。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有啊，妈妈都会是这样。我把命给他好了，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是安全的。我们人生跟随主之后，跟随主之前，我们会发现跟随主之前发生这些事情 ，OK， 人生的。但是跟随主之后，主耶稣，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我不是说信耶稣有平安吗？那为什么我最爱的会使我不安呢？2014年。上帝就预备我说你要回来了。2011年从新加坡回来，我预备了5年。我2016年我全部离开了我居住22年的新加坡，我回到台湾来照顾我妈妈。我那时候我妈妈90岁，我就照顾她，我就开始进入了真正的像马可福音的第4章这样的一个境界。主在我船上，我在船上也要照顾我的妈。而我这么样近距离的，我才可以比较。我照顾小孩有我自己休息的时候，6天以后我就休息了嘛，对吗？我的学生过世了，我很难过，我很难过，但是总会过去。我还有下班的时候，我参加丧礼完哭过以后，我还有我个人的时候，我不需要服侍，我不需要拿水拿什么，我不需要。但是照顾我妈是1天24小时的。我常常跟我家庭兄弟姐妹说，我是台湾，不是外劳啦，我是台湾妹啊。我24小时啊，我比印尼、菲律宾都贵，因为台湾的要3万5起跳，那还是 free 的啊，还是免费的。有一天晚上，我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拿了绿油精点她的眼睛。他拿错了，他以为是眼药水，原来是绿油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可以想象吗？绿油精滴到眼睛的情况，我妈妈大叫啊！那个时候只有我在跟我妈在一起，我慌了，我也叫上帝啊！上帝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妈妈在那边叫啊，痛啊！我只能用，就像门徒一样，赶快把水拿出去。我也尽量的把我妈妈抓到客厅，抓到浴室里面用水冲啊。但是老人家知道怎么用水冲他的眼睛吗？所以又痛又急啊。我就赶快要打119啊。打完119，我姐姐正好打电话来，我要打我姐姐，我要用119，然后119又来了，然后我要开门的时候，我姐姐又打电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真像这一个场景，忽然拿的大风浪，什么儿童夏令营的经验，什么学生过世的经验都不算数了。经验不等于信心。在当下，我欲哭无泪。在当下，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祷告了，来不及祷告，来不及叫耶稣啊！因为我妈妈在那边叫我，心痛如焚呢。故事里面的门徒还会找船上的耶稣睡觉，说：“夫子啊，你怎么不叫醒他？对不对？”我知道耶稣永远活着，耶稣是不打盹的。
阿们，我们的主不打盹嘛，是吗？但是在我妈妈滴下绿油精在她眼睛的时候，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理念全部都不见了，只有恐慌，只有悲哀，只有慌乱。拿着钥匙，赶快着拿着我的包包，我想到信用卡很重要，我妈妈的健保卡很重要，拿着冲向那个119就把我妈妈这样子弄下去，整个慌乱完了，当我们长大，渐渐老去，有主在我船上，亲爱的，我还是很怕风浪。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笑了，是不是很怕风浪？我们宁可不要这样。我希望不要有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还是怕风浪，对不对？希望不要有风浪，然后直到安抵天家。然而，我们所唱的诗歌使我们怀疑，我们所唱的诗歌使我们去挑战。但是在跟随主的人当中，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我妈妈把绿油精放在她的眼睛里面，上帝你是谁？当我妈妈眼睛在那边叫的时候，的那边叫的时候，上帝你为什么没有显神迹，让我妈妈忽然不痛？她为何沉默？这个才是跟随主的人最深层的问题。如果没有信耶稣，那就算了吧，假扣嘞假破人生都是这样。你看有一些不信主的人比我们还苦，对不对？比我们还坚忍，比我们还忍耐。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很多年的人，我们都还会怀疑主啊，你在哪里？越是你所爱的有什么问题，我们越是会这样。亲爱的，我真能体会。我妈妈过世了，去年的10月12号，她过世了。她过世之前，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我妈妈的一生患难不断，她8岁就信耶稣，但是她经历了战争，经历了飞弹，经历了爆炸，经历了逃亡，经历了国破家亡，经历了逃难，经历了贫穷，经历了孩子的死亡，经历先生的死亡。当她失智到第2期，她不吃，但是他在我哥哥家，他居然自己创了一首诗歌，不是有主在我船上，他用他的语调唱：这是主的日子，没有人能改变，没有人能改变，这是主的日子。我就听他唱这一些，然后他自己唱。他整个的大意就是说，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不吃哦，他没什么力气，他居然能够唱诗歌说，这是神所定的日子，我们不能改变。后来我才知道说，他早就知道上帝要把他给接走了。他是向我唱，有主在我船上，我要安抵天家。不是我唱的儿童的诗歌那一首歌，而是他整个的向我见证，原来我唱的儿童的诗歌有主在我船上。就算是从不怕到害怕，从害怕又到不怕，人生的境界就像我妈的生命一样，因为上帝告诉她，依旧有主的同在。主是心灵安定的主，他掌管一切的万物，他当然会在风雨中安静。那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要了解，就算是我们会紧张、会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今天的经文让你们思想，请你们记得，我们就算是害怕，我们就算是不安，记得我们跟随的主是安定的主，他知道一切，他会拉住你的手。就算是我们当中有个小朋友，哎呀不安了，妈妈一定要在旁边，但是妈妈就是在旁边，阿们，因为他是安定的主。主是全能的主，他大大平静风浪之后，我们虽然不认识主，我们有大大的惧怕，但是上帝的谴责跟那些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小信啊？你们还不相信吗？原来整个跟随主的路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现在能够断定你已经是做完你信心的功课了，没有的，还在做，还在走。但是请你们相信，就算是大大的惧怕之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不会离开我们的，我们的上帝不会离开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何受苦？原来基督徒最大的苦是因为你有大大的惧怕。我们就会想，谁是上帝？因为上帝是使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不管外面还是内在，它会让你有大大的平静。那么请问，为何受苦？我们明白。然后你认识神吗？这两个问题哪一个比较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人之常情，你会害怕，你有你自己主观的判断。我们真的不知道认识神的道路到底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完全的认识神，但是依旧有主的同在，他不会丢弃你，他就算让你误会他，他还是会教导你、责备你，他还是会行事的。所以把你的情绪放在认识神的下面，好不好？你认识神是这样的神，就把你的情绪放在下面。我不是叫你否认你的情绪，我们是有这些的情绪反应，面对苦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没有离开你啊，主仍然在门徒的那一艘船上。耶稣基督就是要让这些门徒，也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主在我船上，我也要在主的船上啊。这一艘人生的道路，掌舵的人不是你和我，掌舵的人是耶稣基督啊。他要做事，他不做事，他用什么样的方法，你拦阻不了他。管你有什么样的情绪，他仍然是你和我的主。因为他说，这世界确实有苦难，但是在我，你们可以什么？放心。我们的心如果不放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耶稣要我们得着的那一个真正的平安。千万不要到死之前呢，现在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操练。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葛理翰，他是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他曾经这样的记录到现在没有人打破啊！为期5天的证道，有5天内有20万人在台北听他的福音。但是他老的时候之前，他家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波澜，就是他的女儿离婚。在40几年前的美国保守的社会，他又是那么有名的人，他的女儿认为使他的父亲丢脸。然而这个属灵的长者，他早就看破云烟了。那个就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上帝的爱。所以当他离婚的女儿回家，他以为他要向他父亲说对不起，离婚的女儿使你丢脸。但是他没有想到，葛理翰
展开他的双臂，在家门口等着他的女儿说 Welcome home， 这永远是你的家。他女儿大哭的倒在他的怀里，他说，在我的面前不是伟大的布道家，是疼爱我的父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格里汉讲了一句话，天国才是我的家，我只是世界的过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在世，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在你身边，记得希伯来书第12章1到2节，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有格里汉，有我的母亲，可能你自己本身你也知道，有这么多坚忍的见证人，但是这一群见证人是要帮助你自己愿意的放下一切，然后呢奔跑，存心忍耐奔跑，然后仰望耶稣基督，让他给你有这么样大的信心。所以5个有关信心的行为是什么？放下你的重担，脱去那个罪。罪是什么？罪是偏差的行为。然后呢，奔向耶稣基督，仰望，同时把头抬起来，然后思考。思考什么？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是什么？ Forsaking all, I trust him， 就是抛弃一切，我相信他。我的娘在要死之前，过世之前，她说这是神定的日子，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相信上帝的主权。跑了那么久，过了那么多的苦难，这一句话才是基督徒跟随主的门徒们你毕生的一个经验、一个体验和一个见证。但是问题在哪里？你有没有这样的思考？人会走，上帝不会走。环境变，上帝是不会改变的。他不变的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同在的状况，他要怎么做，那是他的主权。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命令上帝要怎样的。在马可福音的这一段，门徒把他叫醒，耶稣醒了，平静风浪。你以为是门徒叫耶稣吗？还是耶稣在怜悯这一群门徒？哪一个？耶稣在怜悯这一群门徒，教导他们信心的功课。难怪耶稣后来谴责他们，怎么那么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功课不是这么简单的。小时候唱很好，背起来唱很好，到老了过程中你会改变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你们平安的坐在你们的位置上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下一刻，明天我们不知道世界会如何，但是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怎么样发生，在他的里面，无论生和死，主是在我人生的船上，心安到永生。在照顾我妈妈的这5年的状况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做见证，我服侍主30-40年，在照顾我妈的这5年，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住在上帝的里面，他赐我平安。不是因为我妈走了我才平安，而是在我妈妈大叫，我妈妈跑出去，我妈妈有很多越来越难照顾的之后，我身体非常的疲倦，我心里面非常的低谷的时候，上帝怜悯我，让我知道他没有离开我。
神没有离开我的那一份的平安，不是因为我妈妈身体变好了，环境可能越来越糟糕。我发现了很多人情世故的现实无和无情。我不会因为我顺服，我抛弃了这个世界的一切，新加坡一切好的生活，我回到台湾，我以为我服侍我妈会一帆风顺。No， 不是的。但是我多么感谢主，他让我进入到那个深处，让我经历风浪之后，我被神斥责，你的信心在哪里？我才知道，做主耶稣的门徒，做基督徒，不是受洗领证书就好了，而是你要有体验，你要有人生的经验，从你不相干到你相干，从你的侍奉到你心中最爱的那一件事，最爱的那一个人，他的变化，他的生病，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的路不简单，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然而感谢主，主在我船上，我就直抵到天家。我从不怕到害怕，又从害怕到我不怕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真理永远长存，你的经文，你的真理是亘古不变的教导，白纸黑字写下的见证，门徒们的心路历程，就是刻画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心路的历程。主啊，你的道路难寻啊！主啊，我们人类的大脑有限啊，我们的人的心是很窄的，我们很主观的。若没有切身之痛，没有没有刻身的深刻的体验，主啊，我们真不明白你是谁呀？我们真不明白你要我们学习的信心的课，信心的道路到底要怎么走啊？跟随你走在人生的大海上，我们要怎么样的顺服你所有的行为和旨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明白这信心的功课是这么样的奥秘。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什么样的挑战，很多人在很大的白天的日子里，他们的心底里却深如比黑夜还要黑的黑暗。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们经历到主你所赐的平安。让我们去思想，在一切慌乱之后，在我们还有这一口气在喘在呼吸的时候，主让我们想起你的同在，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让我们从学会在思考中想到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所给予我们所有的帮助，包括医生，包括药物，包括牧师，包括师母，包括弟兄姐妹的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学会去思想，学会去体验，学会去顺服。这条路还很长，很不安的未来会越加的不安。但是主啊，你已经告诉我们，你胜了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就跟随你，我们跟定你了。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主啊，
有主在我的船上，主啊，这个船不是我的，是你的，你要带领我们走向天家。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蔡慧修老师用他鲜活的生命见证，以及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我们来看这一周的金句。今天的金句是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恭诵2次。我们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弟兄姐妹，我们起立，一起用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选334首，复兴你工作，主。复兴你工作，主，向你圣徒显现，求你用权发出声言，让你儿女倾听。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前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复兴你工作，主，求你感动教会，为这罪恶忧伤痛悔，好让你些作为。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前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复兴你工作，主，启示你的宝贵。但愿你爱在人心内，好像不染死灰。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前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复兴你工作，主，祝福你的话语。但愿你到所有真理，到处被人高举。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前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复兴你工作，主，证明你的得胜。但愿你民起来征战，好使撒旦崩溃。复兴你工
显能手，复兴你工作主，赐下当初全能，但愿荣耀全归你名，祝福则归我们，复兴你工作主，我们献起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能手。我们仍然站立，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丝线的同工，请至台前。因为疫情缓和，所以我们采用直播跟实体崇拜同步来进行。如果弟兄姐妹有一般奉献或是感动特定11奉献等等的，请利用周间交由办公室或者是转账来奉献。那在转账奉献的时候，请填写姓名，以利会计作业。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我向主所称，都是主施的恩，把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的生命、工作、读书机会、家庭生活，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下，故此你配受赞美和感谢。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来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求主带领，也同时赐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面，叫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成为一家人，来彼此问安，为了大家的健康，在问安的时候，我们拱手不握手。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女。我们成为一家人，
请坐。弟兄姐妹，圣灵降临第12个主日，我们也欢迎实体以及线上聚会的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也感谢今天卫理神学院蔡慧修老师，分享的鲜明的这个生命见证，啊，我们谢谢蔡慧修老师。那同时呢，今天的主日举行的各年级的升旗典礼，也拜托各位弟兄姐妹呢，为我们这一些生力军来祷告。本周呢，是我们圣光神学院潘慧珍神学生潘慧珍姐妹最后一周的实习。我们也感谢潘慧珍姐妹呢，在我们的教会来参与事工，并且为她下一阶段实习来祷告。我们将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牧师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位神学生，在暑假的当中，在我们当中实习，那时间很快，2个月一下子就过了哈。我们请慧珍神学生到前面来哈。好，这个慧珍神学生他在2个月的当中，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几乎教会里面的2/3的事工他全部都碰过了啊。包括讲道、带小组，还有祷告会，他也带过；儿组也去参与过，然后还有这个青少年，他也去带领过。那也有参加这个平安小组的这个聚会，所以几乎教会里面2/3的聚会他都参与过了。所以2个月的时间，其实他很丰富，所以他每个礼拜来，他都相当的这个紧凑哈。所以时间很快，他必须要下个学期要到新的地方去实习。那我们请为他祝福祷告，期待他在新的地方、新的学习上面能够有美好的收获。那跟大家讲一个昨天才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啊，因为这个昨天我跟师母去探访这个来豪姐，那来豪姐刚好就提到说她的老师是圣光的一位潘牧师一位潘老师。然后呢，我一听我就大概心里有底了，因为潘牧师的女儿就在当中，所以我就跟这个来豪姐说：“来豪姐，你知道潘牧师今天来看你吗？”她吓一跳，她说：“潘牧师来看我，我相信。”她说她相信。结果我就跟她介绍，我说潘牧师的女儿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她听到她非常的兴奋。她说：“原来她以前在圣光神学院的老师居然会来看她，是她的女儿代替她来看这个学生。”所以你要相信上帝把一切都能够凑齐，把一切的万有都预备好，其实在等待的那一刻的时间。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慧珍传道、慧珍神学生来我们这边，虽然是2个月，但是也是在上帝旨意的里面，才能够凑成在昨天里面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相信上帝一定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对我们有益处、有帮助的，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神学生，为我们的潘慧珍神学生，为他祷告。为他下个学期的新的服事，我们为他来祝福，期待他能够在新的地方能够有很好的收获。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我们来为我们的潘慧珍传道，为我们的潘慧珍神学生来祷。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我们的未来的年日当中，被上帝大大使用，上帝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也祝福他的家庭蒙恩。谢谢主恩待这个神学生在未来的实习道路上都有上帝一路的引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有一份这个礼物要送给这个慧珍传道，在林老师那边是吗？刚刚那个礼物，在这边，在这边，对，有一本比较厚的那个，对，好，我们要请那个天一兄来赠送给我们的潘慧珍传道，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一点小心意好，我们的3位好，我们一起跟他拍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好，但是还有一份礼物是冰在冰箱里面所以等一下慧珍要回去前要记得拿好，那谢谢。
感谢主，让潘姐妹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同处了2个月的时间，也祝福慧珍姐妹未来的这个实习下一个阶段的实习。接下来呢，下个主日是9月份圣餐的主日，所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蒙受主恩。那在主日之后呢，会召开9月份小组长会议，同时下个星期天的1点半会召开9月份的执事会，也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本堂的新任干事李银如姐妹将于9月1号上任。银如姐妹在现场吗？在底下哈。我们的新干事银如姐妹将在9月1号上任。那赎金干事呢，将留任预备交接到9月30号，会有1个月的重叠时间。那也请为大家为本堂的干事事工交接顺利，并且为2位干事的家庭、工作、生活一切平安来祷告。教会崇拜部门这边有录制小组聚会的灵修影片，将在近期事实上是已经上传了。那也请弟兄姐妹有时间的时候呢，就上去看一下。每个星期我们会推出一集的一同领导，就是在疫情当中一同灵修祷告、一同领导的这一个系列的视频。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并且为录播的过程祷告。同时，我们因为这段时间疫情稍微缓解，教会周四的祷告会呢，将实体跟线上并行举行。教会各小组和成人主日学的活动，由小组决定是否要开放为线上或维持实体。主日崇拜，台语堂与国语堂以实体跟线上直播崇拜来并行。但是，请弟兄姐妹，如果发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呢，尽量以线上崇拜为主。若是参加实体崇拜，则保持社交距离，座位来就座。也请为教会的防疫措施来进行祷告。周3晚上7点钟，我们有开了，教会有开新旧约圣经中览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由蔡伟文牧师来主讲，也请为学员的学习跟代祷。同时呢，这个课程现在已经进行到第3堂，这个星期3就要第4堂了。那每一堂课我们也有直播上传，也请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方便到教会来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地方跟我们同时一起来进行这一方面的研修。卫理神学院延伸班在9月23号开释经学的课程，也请为这个课程的开课还有报名顺利来祷告。我们也停滞了一段时间的成人主日学，将会在下学期在9月4日开课，也请为成人主日学的课程进行顺利祷告。同时呢，我们教会的在成人主日学的部分，我想请那个邵文兄来补充报告一下。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本来是要由周老师来做这个介绍的，但是他临时有事，那就由我来代为介绍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为什么要本来上个礼拜已经有做过介绍了，那这个礼拜为什么还要做一次介绍？其实就是鼓励大家要参加了。那为什么要参加呢？我相信有3个原因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次的这个重组的规划里面呢，对信仰的了解呢，大家可以再一次的去了解它。另外就是，就像今天蔡牧师跟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的认识神、认识主，那这是第2个原因，让我们更深入的去认识他。
只有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所以说在这一次的成组里面，也对认识神的部分呢，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了解。那另外就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团契。我觉得这个成组呢，不仅是我们学习一些圣经的一些知识之外，它其实也是个团契生活。所以这3个原因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参加。稍微介绍一下这几个课程。第一个课程是诗歌欣赏，还有教唱。那这是由天意弟兄还有如今姐妹来担任教导哈。那这个课程其实要介绍一些就是他们的作家的历史，还有他的背景，跟他当时受到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这些诗歌，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能够感动之外，也可以在他们的一些就是他们所经历的这一部分呢，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成为我们一个学习。那第二个部分是五小先知书。那这一个课程呢，是由我还有我的太太慧玲姐妹来担任哈。那这一课程我们其实在上一季已经有上过了它是从何西雅书、何西雅、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本来5个小先知书。那上一季只有上到第一个何西雅书。那我们会接下来把这后面的4卷书一起上完。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上这个小先知书，可以更加的去认识神的属性，神为什么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先知们来传达他的一些讯息。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话，让我们借着认识神，让我们可以跟神可以打好美好的关系。所以说这一堂课呢，其实是透过从原文的一些了解，还有一些中英文的一些版本其实让我们能够对中文译本上面的一些翻译还有一些了解一下更清楚希望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让我们能够对圣经做一些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外，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几卷小先知书它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运用，所以我们也可以彼此就是说新旧约之间的连贯性也可以透过这个课程也可以稍微做一些了解。那第3个奥鼎弟兄还有迪华姐妹他们现在都有在上神学院的课程那他是透过这个课程呢结合了历史的时序对新约上里面的人名地理位置各方事件的前因后果能够做一个说明所以说包括了2约之间的过程包括福音书立的一些书信，还有保罗给个人书信，这些都在这个课程里面做一个比较精简的一些介绍，让大家能够对整个的一个新约的一个连贯性能够做更深入的了解另外第4个课程呢是纪要真理纪要真理我相信有很多人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好像是这个课程对他们好像是不是很重要。这个时候我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纪要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因为它是对我们信仰非常的做一个更深入的去了解。那我常常认为说纪要真理就如同一个什么呢？好像是我们在学功夫的基本功一样，那个基础打得越稳，你未来你的这个所呈现的就是展现出来的就越好的，就像是打球一样。有些人呢，他如果基本功没有做好，他再打10年、20年，他没办法进步。但是呢，他如果把基本的动作做好了，慢慢他的成长的空间就很大。
这个是在打球跟游泳我也很有经验的，所以说我知道，有一些人呢游泳永远游不好，因为他的动作做有错。那我们基要这里就是像这样子，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那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是教这里之前呢，我有教过3季，我跟赵老师都有教过。那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每一次的教导都有新的一些学习。那这次的教这里是由周雄老师还有怀宇弟兄他们来担任教导的工作。那我们希望是说，而且他们这次呢，在教导的过程里面呢，会有一些有一些提问或者是彼此的分享。我相信呢，这个教导这个课程它可以让大家对信仰有更深的了解跟认识。所以说，我的介绍就到这里。我希望大家每一位都能够从其中的课程里面选一个课程来上。谢谢大家。谢谢邵文，对成人主日学课程的一个补充。那同时呢，接下来的我们教会有举办对外的这个外展事工制服学院111年秋季班的课程已经开始招生，并且接受报名，也请大家为招生顺利来代祷。那其他的一些报告事项在我们周报上面底下都有，也请大家再参考。那特别是在周报最下面这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体不适的，也请弟兄姐妹多关怀，并且为他们祷告。今天有一位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姐妹，叫做陈银丹姐妹，在吗？麻烦起立，我们一起欢迎她。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也欢迎陈姐妹有机会多到我们教会来。来，弟兄姐妹，我们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为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有你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必不惧怕。施恩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有安稳，每一天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请坐。我们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同时呢，如果你在病痛中或是在忧伤中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多一样补充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卫理神学院的延伸班的上课。如果弟兄姐妹愿意能够来上这个课程，这是没有挡修的，就是可以不论什么样的程度都可以来上的课程。所以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释经学做很好的一个圣经的解释跟一个认识所以也欢迎弟兄姐妹来参与我们的延伸班的上课。以上，谢谢。